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1，诗篇119篇173到174节安尼讲：愿你伸手帮助我，因为我有经你的家事。耶和华，我切切羡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我所欢喜的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切切羡慕你救恩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天地还未创造的大神，就已经认捌阮、听阮。你伫阮未出母胎，就拣选阮。伫阮生命成长的过程，就不断塑造阮。主啊，你予阮的活命，不断来领受你丰盛的慈爱甲恩典，予阮会通拿来拿亲近你。主啊，这款的疼痛，是阮一世人也行不了的。主啊，阮感谢你对阮一生有美好的计划，愿你伸手帮助阮，因为阮有经你的家事。耶和华，阮切切羡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阮所欢喜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